Hello，各位香港街坊，大家好，又係我暢遊假期嘅蘇太，想睇蒙古馬術歌舞表演，想食河鮮、桑拿雞、雙皮奶嘅朋友仔，今日同大家推介超正嘅肇慶蒙古大型3天團循環冇購物，只需要港紙399蚊。第一日朝早我哋前往肇慶。中午品嘗風生水起撈起雞宴之後嘅重磅重頭戲就係呢個蒙古大型騎馬術啦、馬頭琴啦、蒙古歌舞任睇、行古城、批雲樓。晚飯品嘗肇慶當地海鮮宴，第二日參觀紫金西堤，午餐品嘗鼎湖白日鵝宴，傍晚打卡廣東版洪崖洞夜市。第三日出發順德。午餐品嘗招牌雙拿雞宴，圍上地道雙皮奶，打卡歡樂海岸 Plus。呢條線一家大細都啱玩嘅，快啲約埋屋企人齊齊嚟報名啦！我哋嘅諮詢電話同埋 WhatsApp 都係69546128，記得關注我哋嘅視頻號，繼續會有好嘢分享俾大家嘅。最後尾祝大家暢遊無憂，得閒齊齊玩，多謝大家。